生命会按精彩，是因为佢经过时间嘅加分。我同后生，我按到有含义。我嘅人生经历虽然无多，不过就像阿婆讲嘅腔样，匍匐接受，做事需要很热情。记住阿婆嘅私房菜带一啲嘅古早嘅美食，阿妹嘅料理带一啲嘅现代嘅创意。阿爸嘅手艺为啲蓝白嘅火度感受到男人嘅霸气。记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，就算離家嗰較遠，佢永遠溫暖我哋嘅心腸。今晡日就陪人看行入客家莊，用心去尋找古早嘅美食，然後現代嘅創意。